我係改鳳，我係一個小說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跟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改鳳，歡迎今日大家嚟到暗上風法嘅節目。今日節目裡邊你準備一個新朋友，紀錄片嘅工作者陳博文先生嚟到節目。想今日做談同到老紀錄片有關嘅事情，到底台灣呢下紀錄片行多兩百年嘅情況，以及作為一個客家人嚟講，佢拍嘅紀錄片用兩個客家嘅視角去看待紀錄片。像今日你應該做得住陳博文先生嘅紀錄片嘅一個工作裡邊，談到大家可能會有興趣嘅事情。首先，你先請博文來大家問候呀。所有朋友大家好，我係陳博文。今日博文其實多一片後，我想邀請博文來上暗上風法。其實遇到點係我都想多了解一點，就紀錄片工作者一個樣態。其實我想講，博文其實一開始並唔係做紀錄片呢個領域呢。唔係。其實係你係轉身過嚟紀錄片工作嘅呢。因為喺大學嗰時係讀上課呢一方面畢業了咪考上去上班就5年左右上班嘅時間開始參加有閒嘅時候參加藝術文化團體嘅投入開始按到社團嘛藝術文化團體呢種嘅社團嘅活動做久了時又對呢個紀錄片又有興趣啦，開始投入並且去考紀錄片嘅研究所，變後是做呢個紀錄片嘅工作。所以就按照一隻基因就轉過嚟紀錄片對唔對？係。其實做乜會選紀錄片咯？因為紀錄片係一隻大家你感覺其實佢較沉悶一些些，錯冇？我遇阿娘嘅想法。好浪漫嘅，好冇人有興趣嘅嗰種長片嘅內容係冇咁錯。我參加嘅藝術文化團體嘅時節啦聽人講過嘛喺度靠人去上班。我公司靠人去上班，佢嘅 slogan 喺度connecting people 嘛by this。就是用這個硬體用啲削皮嘅東西讓人連接起來但是我上班人叫來講，我遲到，我當你做兩多啲削皮嘅東西，讓人自見到底做得啦做唔得透過安啲硬體嘅削皮連接起來安我遲到冇元氣，我叫做冇元氣所以，但是長時間我是發覺到有紀錄片嘅東西我長期欣賞紀錄片了，我遲到我就喺投嘅利用呢個紀錄片讓你冇強用背景嘅人情感連接起來。我是發覺到紀錄片係一種做得讓人嘅感情連接起來嘅方法啦，我是對呢個東西產生呢個興趣。所以變咗講紀錄片嚟講，對於博文其實係一隻老年兩啥夾起來一隻工具，一隻像媒介一樣一隻東西。因為我哋博文其實一開始嘅時候，紀錄片嘅拍攝對象其實係一個客家人。其實拍紀錄片去拍一個家人那件事情，我哋其實有一些嘅紀錄片嘅導演，像前包有一隻日本那個紀錄片呢，你叫做拍佢爸爸，就得癌症以後開始一段時間都佢爸爸過身，拍成一隻紀錄片那像按兩個一隻面對家人嚟拍紀錄片呢，你這個有多乜嘅特別嘅事情？紀錄片嚟講就做自家嘅家庭家族開始來發展呢個紀錄片嘅創作係非常常見嘅事情佢嘅好處是講家庭嘅事情呢非常了解嘛所以天涯調查呢方面
是其实好简单哈。嗯该几个唔好的所在是讲，你自家做创作者，然后驾驭了两种的身份啊，好难做一种點樣講？好難有一種準則出嘅啊，好難處理呢一方面嚇，兩種冇可能嘅角色啦，呢一種嘅情形啊嚇，係啊，所以喺度喺有所講是隻所拍嘅提自己紀錄片喺度睇展覽嘛，是面臨到喺自家拍喺自家喺自家阿公嘅呢個故事嘅情形啊，係啊。是像啊，像 hip hop 這個概念哦，我有反彈的想哦，就講誒，你我拍了咯，拍了唔好啊，我有按樣嘅。現在雙非嘅經驗啲為都是係冇呢種問題啊，因為家人嘛哈，自己非常信用啊，非常了解嘅時間，其實大部分佢完全是冇感覺就買冇用來所在。佢其實唔可以講。本來一隻好好嘅條路，唔係做標題嚟拍呢紀錄片。冇錯，錄影家主要就是係幸福嘅問題啊，工作嘅問題。因為嗰陣時啊，喺度喺訂開學，喺叫所訂開學時間嘛，所以喺講喺 post 後冇呢一方面問題啊。所以佢唔可以反對人家就做了啦。但是喺掹開學嘛，呢係慳啦。其實呢隻紀錄片嗬，要得到一隻當好嘅獎，就嘅特別天陽節，對，天陽節是得到一隻評審紀錄片的評審特別獎。這是個咩神搶到一隻補助，做得去做全台灣的一隻巡迴，一隻播出啦咁樣。這是個你會想到另外紀錄片想去全台巡迴呢？對任何嘅呢個創作者嚟講嚇，你嘅作品係有呢個機會，本很多導演欣賞，本很多導演了解你自己嘅想法，呢對我嚟講是最要緊嘅事情啦。所以該用起源起現場有那種國家文化藝術嘅基金會嘅一種補助，按照巡迴播放嘅補助嚇，但是我片呢是。全台灣啊，嗬，乜嘢係巡迴係本應呢欣賞。這是個戲從咁樣從客家做。嗰個專欄啲報道所現場係十隻客家種，全台灣係客家種。所以係呢客家有好多年嘅其他唔係客話你來看呢天樣。看呢紀錄片。嗰隻現場嘅專欄啲報道是客家人為主嘅嚇，但是嗰因為台北天陽獎天陽節呢發動嚇，我是因呢個機會嚇，在全台灣嗰兩年全台灣啲報道是也係有繞牆去表片啊嘛嚇，因為上一世咪有假攝廠，嗰是專門面對按照唔係客家人呢一種嘅背景嘅觀眾。你到來看呢年哦，有哪一類的樣有互動冇？有睇到佢對呢個紀錄片有得出一些冇同樣嘅想法冇？係啊，我知道呢種嘅作品對看的人來講嚇，最主要係講佢係有強讓嘅想法嚟是係強讓嘅心情嚟是係解釋是當有嘅人們講，當有感同啊嚇。從我非常多唱啲為多啊，我記得非常清楚嘅是係當到嘅啲係觀眾嚇，看了之後係人們講啲嗰一片叫入面老人講咩啊？一片叫一片老人也係問題呢一種嘅喺度，係啊，嘅交流嘅情形當中。其實我在香港，紀錄片我這個對紀錄片的一個想法當然我這個冇去接觸過紀錄片的執行製作。我講是說紀錄片一個當中有一個點就會即係同到紀錄片的工作者朋友講，就記錄觀點。就佢會紀錄片的導演也會投射出一個佢對呢部片的一個當中有一個觀點。其實因為你蠻看大正南美你就開始看大正南以前，就對你來講，你係咪開始時嘅做一個當明確嘅紀錄片的觀點圖片片，係你講其實係慢慢的跑，慢慢的形成按樣嘅一個觀點圖片。
纪录片的做法吼，有非常多种嘅做法。像李行强吼，伊种李行系吃出李行，出发以前马改是唔地吼，东西宽宽的时候出发嘞。还有一种李行冇强咯，是按照套装旅游啊，该是马改是给马好嘞，该是两个出发嘞。纪录片咪强咯佢咪要按照完全唔地，是一只方向添，要完全非常了解而做埋事情嘅纪录片。我参加嘅纪录片大体是按照有一種大方向是以健康呢一種嘅紀錄片。其實你談到了紀錄片吼，談到我睇個可能有一些糖模是到你直接來看陳博文先生拍嘅紀錄片《大正南》，他個可能會一下子會提講，剛才你用啥嚟談一談紀錄片嘅觀點係乜嘅怎麼講談到一隻大正南，大正南係乜嘅喏？你海接來看，你先看一下倆 VCR。全一路線上，了解因青條豆妹只會嗌阿公，但是愛像因唔識去強人，唔了解台前煙台出世嘅因，做過乜嘅事情，經過來到人生故事。你說夠張難啊！台景呢，小坡呢，過了台景教坡，還過了阿沙巴，小金龜，李連輝，阿公講聲30歲，到底下來講10年講3倍時間。所以講阿公係個普及啊，發出去半年嚟啊，啲地下卡就多。1945年日本戰敗，佢未有看過國民政府最先派來代表接受台灣嘅補吹。從咗8年啦，坐喺作緊啦，個包嘅作餐啦要啊，包作餐是兩個人。包個餐都唔係包一隻雞嘅坐喺作緊啦，坐喺作緊咯，呢啲蛋糕啱睇。我總會想到阿公倆送手，係用班人叫人入去腳頭，可以看漫山港，打那種番薯，到街只安間苦嘅頭牌，每次人都解子是家人嘅身份。老娘阿公就一個女講咩比方啥呢？有乜嘅特殊嘅交流冇？所以當到您講紀錄片係一種屬實人嘅故事。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看到的 VCR 其實就係陳博文佢拍嘅紀錄片，叫做《大正南》。像其實一隻紀錄片做的完成一定有佢當到不可思議的背景。不過係有心去做，也係其實係一隻意外所產生的結果。像對紀錄片來講，其實全部係當美好的一隻過程。不過對於開始時，其實就像請問一下博文，就講怎麼係大正南兩三特詩呢？台前咱對我來講是係個日本時代台前煙台，嗰陣時所以講嗰陣時受到嗰種是教育嘅人，意思係講呢一啲人佢嘅頭腦是完全是嗰種符合日本精神嘅拍嘅人所以佢用台前咱呢什麼事來做佢嘅兩場所以就是說，他這個人生最重要的這個教育的這個養成背景是在大正年間，這樣子人。所以基本上佢講，大正南，佢嘅觀念地步原則上係日式的思考方式。不過其實咧，片名係取的一隻英文的片名，叫做 Grandpa Mountain Bella。對。像按照一隻
你会因为大正南一只日本那一个，因为一只时尚的一只年代，你就一只当特别，因为一只英文字，听到不来就是有点像是歌谣，中国的短歌按两个一只英文字，所以你会取一只按两个英文名字吗？你台前南嘛吼，你三只时啊，你会翻到日本的些可能母音可能是两个上啊吼。爱到包面上啊，你客家山歌两种东西啊，是系啊，按到透过客家音啊吼，做一种非常轻松、非常愉快，也轻轻自下讲会唱的嘛吼。所以你所以讲日家音啊吼，小百几的时其实冇可能唱山歌咧，我有上爱讲你声音啊吼，就是到唱到你后上到路啊。全部为了佢嘅家庭，為了佢嘅家人啊，啊因大病啊、辛苦啊，其實啊完全是冇嘅心情去唱山歌。哦，我是你兩個心情講，係講希望阿公啊，還擺在輕鬆啲，所以我是後嚟按照日文嘅名是按照Grandfather's Mountain Ballad， 因為 ballad 呢一種詩是按照工作歌嘅呢一種呢種詩啊，然後客家山歌200年前客家山歌呢一種嘅上百嘅強壯嘅東西啊。原則上係強啊。不過剛你有講到講，其實太正南呢一隻紀錄片啊，一開始嘅時期唔係有幾番去拍嘅，就像家比喻嘅咩，像李行樣嘅。你係有幾番嘅李行，亦係冇幾番嘅李行嘛？太正南到底係哪一隻啊？太正南吼，伊完全是唔算李行，伊就完全是完全冇計劃嘅。因為我講開是甲偏的地位都沒有講嘛吼，因為我講啊有一種家傳的壽面啊，叫傳本愛咩，傳本愛嘅時我是講啊老人家吼，你啊講強度變是歹勢啲，我拄好有隻留人機吼，開始錄起來很歹吼，慢慢看就好啦，其實按照家庭嘅你係教好嘅留人帶出嚟。佢教乜嘅喏？講阿公嘅教本你乜嘅？我講有一種啊非常特別嘅壽面啊，按照花圃啊，到佢非常後生嘅時是當有名啊，壯族當有名是按照花嘅花圃，係啊，嗰時花嗰啲比如講菊花啊，嗰種係啊，咁啲嘛嗬，跳廣音隊嘅是非常嘅嘅。幾老媽就學嘅喏，你話應該唔係講。應該要則師傅教本其實佢做嘅後生嘅時候嘅唐山嘅師傅學嘅。唐山嘅師傅教，所以你還要學老叻學樣。是啊。所以拍呢紀錄片嘅過程就順沙老叻拍下來，自己咩學起來。唔係講紀錄片嘅事，因為拍呢係教學了讓大歌唱啲為都順沙拍呢係紀錄片。就跟到講，跟到教下伊喎。啊，你教下伊喎？係啊，我是留佢學起來時候呀。教即個4年嚟也係真嘅。唔係。像你拍片呢隻過程吼，我知道其實佢當有興趣啊，當很有趣啊。所以講，我一拍，因為一開始唐有係冇機會去拍嘅，慢慢地就拍出來呢隻紀錄片嘅。像按樣拍片嘅過程，老娘阿公哦。就這個女講咩吼？兩三年有乜嘅特殊嘅交流冇？所以當然講紀錄片係一種熟視人嘅過程，那一隻記憶熟視人嘅過程，也講起來是一小口吼，唔過一食菜，慢慢講咧，老一個親人啊吼，其實。當到時間係老幾係一種按照角色的關係，按照稱謂上的關係，像父子啊，公孫啊，喺度你係拍紀錄片以前，我做啲講完全唔熟悉呢個人，呢個人愛講嘅。你我感覺其實啱，其實吼，因為這個有時嘅寫一些東西吼。開始寫部卡底部故事是個困擾問題，我想講，因為這個係媽媽啊，當你去照顧呐，除非本身啦可能太啊了，等到他太是個，真想講，我來寫一張媽媽的故事好了，真開始去很認真的想做田野調查了吼，
去采访佢，去来接近，有目的的去问一些的一个上帝的问题。等到人谈佢讲出来内容的时候，那想，哟，我完全冇熟悉了上面呢，因为以前佢从来冇人讲了就发了。他说透过一个安样，自家想下一些小故事的一个过程哦，你将会越来越往下挖掘。咁挖出来嘅事嘅，就变那个其实挖出来唔咩妈妈，唔咩阿公听听的，挖出来其实係能够一只当独立嘅一张面。所以其实呢个过程哦，都是有一些了解啊，就会有透过自家想下自家家族地部一些故事嘅时嘅哦，就有一些安样嘅感觉。其实感觉其实老俩纪录片的过程。有一些两样的相似哦，一些接相啊两样哦。说纪录片当个人哦，一听到老导演的嗰种纪录片导演的嗰种频率哦，有办法共鸣的时间，其实我想个机器人开始启动那个拍片的一个系统，就一堆寻找主题哦，蛮认真，就有感觉的嗰种共鸣开始诶，咱们开始同意了。其实我这个想法一样，其实还一项我想有机会时来谈一下，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哦，陈博文，佢很用诶去思考，了下台湾纪录片的一个大环境，因为其实台湾了下拍片的环境哦，演得上越来越辛苦不过没有人讲，戏剧的路可能越来越辛苦，纪录片反而出现一个新的拍片的方式。或者新的一种拍片的环境当然唔係纪录片工作者，我冇辦法留大家觀眾朋友做一個介紹，所以我想喺這個時間嚟談一下嘅部分談談看佢呢段時間讀紀錄片工作嘅地方，佢讀到嘅台灣嘅大環境究竟係點樣嘅？我想喺這個時間再嚟慢慢再嚟聊一下，係啊，不過你啲拍片都係開橋。按照好嘅天然按照好嘅洋片嘅作品來講唔係講你看嘅些得到埋嘅東西，係講結束嘅些留下埋嘅東西。係用呢一種觀點去看嘅些，我知道紀錄片像其實對人來講是一種非常好嘅選擇啦。又轉到你節目地方嚟下一節其實是都應該談一下部分講一下你喺台灣拍紀錄片嘅一個大環境到底行到樣嘅一個坐標當中去，而且談看一下部分講，因為你拍紀錄片咩拍10多年嘅，10多年嘅一個紀錄片嘅轉換台灣嘅大環境嘅轉換，對你個人來講，你點樣看待呢個10多年來嘅轉變？我是到台灣紀錄片嘅環境真好唔好係啊，因為其實冇一個獨立嘅工業產業唔錯嘅，所以變成講大部分嘅咧按照紀錄片嘅工作者當到是冇技術係嘅，大部分係冇技術係好多從喺圖書世界度咧下所有年輕人來講該少部分技術好嘅原因是我想大部分嘅時間做嘅事情是攞紀錄片好冇埋關係嘅，係啊，因為總係工作總係愛咧，係啊，所以變成講一片呢。做些那一片再過來拍片嘅，就兩條向下做定啦。從嗰度來講是係按照從這種嗰度嗰啲公司嘅時間，嗰條是去拍一部分嘅演員賺錢，一部分嘅演員拍紀錄片。我有嗰種賺到錢再嚟拍紀錄片啦。係啲是呢一種模式講出來很好，我應嚟就講按照。紀錄片來生產因為其實冇一種好完整嘅工業嘛，頭啦那天然恐龍嘛佢冇一種完整嘅工業嘅時間，你表演是自家是想辦法啦。其實我第一隻 CNEX 應該點樣？CNEX 對，就江賢斌，就佢阿斌給他做，因為我以前做雜誌嘅時間有採訪過佢咁樣。然後佢做乜嘅做紀錄片，其實一般人問佢講，一個問題講，我知道紀錄片當無聊麼？就每一個按樣講問題咁樣，
其实这个可能来讲，其实唔会呢。其实是都吼，我看纪录片呢，还不无聊呢。怎么讲？其实因为其实纪录片啊，好的纪录片哦，其实都带出同好的观点。那这是一个激发没有？就像一年10部投资在10部纪录片，慢慢的运作起来，多了其实佢同成功没。新的是其实，佢还有一只读 MOD 当中还有一只 channel， 规只个 channel 做谈纪录片的那个事情。然后有时个佢有一些的自家做好的纪录片，佢咪会寄过来讲哎，我就会看佢作为佢投资拍出来的这种纪录片。所以其实看得到按纪录片所以其实纪录片做的抵导都。还得唔啲嘅事情，就是叫纪录片一种知识的浓缩版。所以讲，其实一件事情因为一集纪录片导演可能用1年、2年、3年，可能还能久嘅时间，去谈、去跟、去拍，千多不来剪到一集90分钟、100分钟，因为一瞬间这1点钟，用差不多1点半钟嘅时间你瞬间很夹开发，当脚做吸收，当有观点的一件事情。也可能比如说大陆童工的问题，没有可能大正南没有可能是客家人的后生人都城市里边读到隐形人的问题就一个观点当快速就用90分钟100分钟的时间，就马上就获得纪录片导演当好一个观点。这是个我来聊天的时间，给讲前面这么讲，其实模式都按照当多话题都去酒吧那里聊天的时间，你们是都你当然发好讲，你讲的东西全部都一方面有深度，一方面多面向，所以纪录片提供一张大家现代人去吸收，其实当多知识讯息其实某时间去手发的没，就比纪录片变成讲一个当快速的一种方式，因为给当聚焦有。大家思考观点有一定的开放性，做得不你看了纪录片的时候，就开始想。对啊，所以你就讲按照好的天然按照好的人片的作品来讲唔係講你看那些得到買東西，係講結束的些留下來買嘅東西。用兩種觀點來看那些，我知道紀錄片像其實對人來講是一種。非常好的選擇啦，因為佢就提供當多看了以後一個想法。其實對嚟講我做事都講，其實係咪講有可能？其實台灣的紀錄片行到那位在，係咪在像山口咁樣嘅一個地方，就高成高嘅希望咁樣，高嘅希就可能下一個階段。台灣那種紀錄片會出現一種新的樣貌，你這個有想過類似咁樣嘅問題？我想過呢個問題，不過到台方向來講文化產業到台灣呢件事情，其實是好冇人家講，有一種好好嘅規劃好好嘅發展短期來講是好困難，困難咁樣。不過有辦法透過政府，因為其實有一些的影視的補助沒慢慢的會釋出了。像你樣的補助，當然有的朋友會講其實啲補助某一天做的天數都唔該啦沒講錢多少的問題，但是補助本身產生價嘅配合的意思係嘛嘅，做一個產業鏈冇成熟。所以正好用補助的方式來想辦法去推動佢。這個你會看補助是係短期的方法方式啦。假如講你用補助非常長期都係進行嘅些，是你頭先所講嘅呢一方面是冇效嘛嘅發展所以我想最長期最好最研究嘅方法來講，想辦法將呢個行業來講，呢個方向來講佢嘅工業、佢嘅產業幫佢做一隻好全面化嘅一種設計像按照講台灣天然討論當久咧嘛，加10年來啦，建擺是像按照台灣天然像手工業嘅嘛，家庭手工業嘅嘛建擺是久來地記啊。咁就美國來講韓國呢係最睇先係最注意嘅就韓國啦就從 model 肉
你看19年的这个事件，因非常做咧做只参考啦。就做韩国的一只参考诶。系啊系啊。cái纪录片哦，像你发去上一张美国的纪录片做参考值，我喺那一只国家的某个形式的纪录片。最高级别是英国的 BBC 啊。BBC 啊。因为佢非常大嘅检测去有计划性的来做呢样东西啊。佢哋做纪录片唔系英国的想法咧，佢哋纪录片係 TQ 嘅想法、世界嘅想法来做呢个纪录片啊。OK 啦。其實規模就觀點、觀點就唔一樣。完全 OK 啦。係啊，其實做一隻，佢把邊講佢做好白嘅事情，做咧按照過山嘅事情，海洋嘅事情嘅時，唔係都係講英國咧，係同全部是 TQ 嘅。其實像兩個點啊，就是當好，我難就講，針對當現實呢個面啊。拍阿娘紀錄片哦，有個資金哦，一定係啊，當上好。佢哋國家非常即係支持啊呢一方面嘅紀錄片嘅產業啊，所以 BBC 嘅嘅2年嘅預算啊，可能啊，and 公共電視啲加10年嘅預算。一難，非常，所以講冇人簡單啦，冇人簡單啊，短期嘅時間做嘅時候冇人簡單。我講是哈，不管點啦，就是大家拍片的你哈，那個真嘅有想法引拍下嘢哈，一定會想辦法尋到一條路來哈。因為等下你來注意看一下，其實會博文哦，佢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佢做屏東嘅片6堆，其實佢咪拍過2部片嘅一部片呢都火妝遊俠，那部片都紅土嘅天空，風土嘅天空。你比較 VC 看2部片嘅。兩部片呢，都啲係娘嘅一種內容。文珍喺我哋狀況呢。一個不可缺失的人啦，像也下人攀上師過後啊，人土家馬個路後，佢攞以樹迷啊，作為咧樹迷啦，譬如講，家人摸起嚟攞起嚟東西啊，也係睇本人，喺面依那邊嘅錢，喺面唔知係乜嘢錢唔知，也下咧，人都冇想到文珍。我看人家咩的資源會說呢，有6000多年，有時像我哋而家邊嘅，我哋綠隊啊，紀念公園那邊嘅呢，半個多年而家，有時嗰時人太多啊，我也從一步八按到叫佢，佢得就是人人咪買嘢叫佢買東西嚟向嘅。月亮上浮如係我考界飛行員界時節發嚟個上浮，提白納多嘅時節情況而唔過冇做到，冇咋對下也冇畢業，所以也上浮如做紀念啦。高級嘅時節會談到個聽眾嘅413棟的引擎聲，那個聽聲音的聽聲。因為一家主通嚟教下學生嚟補習，嚟加強嘢功課嗬。最歡喜嘅事情就係看到個聲音咧，伊來抽出嘅時節，乜個都冇，咁樣咧吐到佢要比賽，唔管係輸啊贏啦，咁過佢打球打喺比賽比起嘅時節，佢會聽講佢上個項目架上個用嘢嘅時節，因為講到講，伊嘅聲音咧唔會通到。本教就會打乜個球啊？呢比賽是嗰種看到佢啊呢，會拿嘅時間有客家好想年每一天喺客家年啊，你可能有一隻客家背景做的。我訪問的對象或拍嘅短紀錄片咁樣嘅對象係客家老年家。佢深入嘅老年家一隻可能6、7、10年嘅一隻經驗。
看佢做乜嘅，大家嘅长明嘅工作经验也好，也日常经验，透过咧5分钟、6分钟的一只短片来带出来。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在我做咱节目地方啦啊，下一节其实我想有只同重要事情做得老大家向下分享，所以讲做乜解一陣年啊拍紀錄片，我想呢個問題啊應該得本保穩。我想要請佢用上一堂的 VCR 火裝游俠6對一隻文俊的故事來談一下做乜人拍嘅故事呢？文俊嘅故事哦，係我當時吼，我哋10隻呢種紀錄片嘅工作嘅小組啊，都喺屏東大扮演。當時執行一種10幾紀錄片嘅創名故事嘅工作，所以我即刻負責拍嘅紀錄片按照火裝遊俠第8圖嘅主角出來，係啊。嗰時在天下跳叉嘅過程第8圖，我都有發覺呢一個人啊，嗬，非常嘅神奇啊！外顯來講嚇，按照所有種族啊，種下嘅種族，大部分啦嚇。就相信會看到，是改良改按照看起來怪怪的啦，我小間按照兩音按照，我哋種下都按照線音啦，線音咁樣哈，個線音是相信個佢強調啊哈，與好事壞事嘅時候，其實是天收哈，兩條風暴車啦哈，其實外形看起來是怪怪哈，當然是念到個玻璃樣紗去賣去個去面店賣呢種音啦哈，呢種音非常神奇，即係講。種族嘅所有人對佢當好，你慢講咧哈。其實有一種哈，為你普通人做咁多嘅事情，佢想去傳人，佢傳開日本人、寮班人，佢傳到天寮去做乜嘢？佢是傳到天寮是流傳出來哈，係公然主食嘅哈，買到食嘅麵，買到酒哈。教台所有來去種族，嗰啲悠哉人，遊民出來，你普通人做到呢個事情，我做唔到啊，你做唔到呢個事情哈。所以其實用實際嘅行為來幫助其他人出來。呢個應該是談過呢個故事嘅時候，應該是就當神奇，就當是到 end 就是有呢一種太愛嘅呢一種嘅行為啊，我係到當時我了解佢，結果我做了解嘅天下跳叉之後，做我自己負責創制嘅嗰種鄉鎮嘛哈，做我啲咪創制10個故事啲咪讀，我是現在學了解非常神奇嘅現象。你剛才講吼，佢這個咩漢人吼，這個有漢人，然後賺到一些的錢，可能又吞數其他人，吞數一些有名的。其實2年吼，真見大家裝頭當位就有1兩3兩嗰種怪嘅吼，咩唔知佢哋想乜嘅，不過佢做起有隻當特別嘅行為吼，非常樂觀，當樂觀，然後又當樂觀，唔講佢1兩幫你2兩3萬，佢說做得你嚟做歌當好誒，佢還做得讓你吞數啊，所以佢哋來很多長明系列長明，所以係10隻導演向下去拍啊協助佢嚟拍。跟啲其他導演有本印象當深刻嘅場面冇？海印主導在慢慢哈，慢慢是主角嘅所在，慢慢嘛哈。然後去嗰個學長哈，吳耀東一直負責，按照拍慢慢啲嚟讀嘅呢南木音。三組男人，老中青3個，這個男人的這個生態啊，那也是一個我們覺得在影像上表現很充足的一支影片。佢係3隻行年，阿公爸爸4年嚟摸窮家庭嘅，年輕人就是有一種想要走的心情，中年人回來的心情，老人家又即將凋零的那種狀態。我覺得那個是一個蠻美的事情。其實講到呢行啊，就會想到個，其實你喺你當到狀態老年家嗬，其實你要講其實都處在一個冇辦法照顧者嘅，因為沒當太細嗬，難比講70歲80歲，
再个行出去挪步哪个地方去重新开始，对佢嚟講有當困難。我記得都有當到70-80年留下來一種時代嘅記憶，韓國一個經驗。最記得前部嘅吼，喺個特別是學位飛嘅時間，就有談到就討論到這件事情，就講其實喺美講做得用一種方式吼，咩拍紀錄片咯，我唔係長嘅，就當呢幾種。差不多5分鐘，學生嘅吼，可能是台北市啊、大台北地區嗰種有影響嘅嗰啲咁樣嘅一種學校吼，給他做得請學生嘅來思考啦。就以前嘅客家種地位老人家，後生人用採訪嘅方式去理解一個老人家，留佢200年嘅一個長命嘅生活嘅背景，佢可能一個打鐵嘅，冇做去做到嘅哦。冇佢可能去做一些某些做水奶嘅，做奶水嘅吼，做當到咁樣嘅事嘅呢，我全部做長面。嗰時嘅其實都嘅特別是客委會時，就談到呢隻計劃，就可能有機會用，因為其實錢冇多咩，可能5-6萬年一期片咧，那樣去潛上5萬2年嚟拍一難。就想到其實喺後生年嚟做嘅話，其實學生佢做上嘅壁紙啊，兩個概念，我哋5-6萬年一可能是做啲模強啫，你係社台嘅連接唔當先。其實嗰時嘅上到千好嘅點做，至到千好嘅一隻點做講，你到客家後生年某一天喺客家年啊，你可能有一隻客家背景做的，我訪問嘅對象或拍嘅短紀錄片咁樣嘅對象。係客家老人家，佢深入嘅老人家一隻可能60-70年嘅一隻經驗，看佢做乜嘅，嗱佢長年嘅工作經驗，然後也日常經驗，透過咧5分鐘、6分鐘嘅一隻短片來帶出來。其實我知道，就像剛剛講嘅，其實你對有一些像拍紀錄片嘅一種觀念嘛，就突然開始慢慢嘅發芽生出來了。我感覺天天就想到講，像你個短片5分鐘、6分鐘，對我哋嚟到咁樣長期做紀錄片嘅工作嚟咧，佢係算紀錄片嗎？短片啊短片，形式上但是意思係講，按照符合這個長民生活現場的，我們都可以把它定義為紀錄片、紀錄短片啊，紀錄短片。所以原則上佢咪算紀錄片嘅一種。佢唔知解有香港嘅拍，比如說它戲劇形態嘛，像它當年像微電影，它長係像人生劇展、公司人生劇展，也係像課台有一種單元劇、迷你劇，有香港嘅發展咧地。我喺度10公演嚟歌唱啲排度，有做過幾擺按照微電影嘅東西，對啊，1センチ啊，1センチ，你。2-3年咪做得到甚至唔可以做戲劇類型嘅。戲劇類型是好冇機會，你下就冇機會。就係專門創業行呀，按照紀錄片嘅一種路線啊，好冇機會。就喺冇想講去行業嚟講，係冇機會，也冇尋到故事。好冇機會，好冇機會啊！其實有機會係咧，我嘗試看看啊。係啊。然後你下安尼拍片嘅一個環境吼，冇辦法講真正有一個較好嘅一個轉折點嘅話，就越來越辛苦，越來越辛苦。其實我知道台灣你下拍紀錄片嘅一個環境吼，你講佢當快，其實咩冇快到講叫唔起來。你講佢當好，要很難講當好。不過對紀錄片工作者嚟講，其實因為大家對紀錄片係呢有一隻當好嘅一隻，咩嚟講 passion 嘛？應該係 passion 嘛？冇話應該當然，這個做下去吧。冇了這熱情嘅話，當然這個做完兩個紀錄片，這個往下做下去。今日當開心做這鏡頭部分來談紀錄片工作者一隻究竟有樣嘅一隻大環境等等其他都去做。其實家老嘅部分有談到當到，就講說了下文字工作者然後紀錄片工作者，同樣辛苦。
也算一种还有创作个性的一个工作领域里边来讲，算辛苦的两只单位啊，较辛苦的两只单位哦。我希望讲今比1小时的节目啊，大家做的更加了解台湾纪录片工作者都厉害一个环境，两帮人去面对佢，以及可能有乜嘅方式，做得去慢慢的调整台湾的拍纪录片的一个环境，让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做得去开始看纪录片。其实我真正知道，我这个有限的看到纪录片的经验底下，其实他都会是个最感动啊。因为就像我刚开始讲到的，其实纪录片是一个当好的手法的方式。当家就做得对一个题材，你做得90分钟、100分钟，就到当下可以吸收去，然后让他花多一些的时间去搜过研究一下的纪录片，佢想要抛给个主题，你可能就做当深入那个主题，不管你海洋的问题，不管你生态的问题，动物的问题。还有一只客家族群迁徙的问题，还有一只就像刚谈到嘅火庄游侠，一只总头下背做一只罕见的一只当奇妙一只微小的庶民的故事，你可能就透过一只纪录片就看到大部分人其实冇办法马上理解，冇办法马上就接触到一只新的一只世界观，希望大家看到今比1點鐘一隻節目以後，做得重新去看待台灣紀錄片的一個觀看的方式。我希望大家慢慢的做得理解，其實紀錄片有其當重要的一個價值喺邊。謝謝普文今比來到你節目等過來。不過希望今後的方式是還記得再看到兩新的紀錄片出來。因為是要你談到的紀錄片還當看到兩作品，等等90分鐘、100分鐘就做第一個博文圖咧，只新的紀錄片作品底下，兩個記錄觀點導演的想法嘛，所以等兩個新的作品出來。謝謝你。有新的計劃都會進行咩啊？今年台灣是做陳博文有2隻木珠，一隻木珠佢出生的時間最有，佢用2隻木珠看世界，看佢生存方嘅人。啷一隻木珠，一個慢慢的大以後，再慢慢的生出來的木珠，係錄影機的鏡頭。佢看到了鏡頭，咪帶動世界來看佢，還有看到佢看到的世界。那2隻木珠有時個一大一細，有時個左右會搞彎。不過不管點樣調整，佢全部做到對準。叫做腦背行的那老人家，搖搖蕩蕩的人，有功夫高挑的人，隨段時間，一年比一年看到還那多，一年比一年看到還那清楚。